以前最爱看杨丽花，当然是杨丽花。杨丽花，因为莲花国外，我小时候就看那个杨丽花长大。你知道谁可是3、4年级生心目中的天王吗？那个时候的他，简直比现在的萧敬腾还红。所以我们这次走访西门町、万华一带，寻找大家记忆中的歌仔戏吧。我心骑白马啊，走三关，解换所以啊，回中原。噔哒啦啦。我只看还有白色人跟黑色人之类的，它是哪一部戏？飞，然后一个白色跟黑色这样。还是你看的是布袋戏？你有没有搞错啊，同学？棚子跟电视都有，比较常看的是电视。电视。路边的野台戏我们也看了。小时候是看那样子的，后来电视有时候看电视的、小时候才看过，奶奶喜欢看。较早我细汉，阮老母拢摕椅啊，讲啊来看歌戏。今天哦。啊，我椅啊就摕便便。选演歌仔戏，就那个野台戏的话，拢爱摕那个板凳嘛，然后你讲这款医疗。较早吼嘛，这个40年代较有去看啦，啊个50年代我就去台北啊。是哦。台北都无迄个病啊嘛。不过，不管有没有看过歌仔戏，一定都听过这号人物。当然是杨丽花。杨丽花，以前最爱看杨丽花，因为莲花国外，我小时候就看那个杨丽花长大。哇！但是这群2000年后的弟弟妹妹们，竟然不认识国宝。知道杨丽花是谁？你们不知道杨丽花是谁？天哪！你们不知道杨丽花是谁？叫做杨丽花。我知道。杨丽花歌仔戏有听过？你不知道？你不知道杨丽花？你跟他介绍一下杨丽花，快点。杨丽花就是，我是知道杨丽花这个人，我知道他是歌仔戏真的是一个很厉害。你喜欢比较华丽的是不是？比较华丽啊，有，动作比较好看。啊，那个杨丽花那就平常那种。那种就比较传统的歌仔戏，对，比较传统。小姐，渐照锁你心边，原谅夫间卖弄演技，一不抛来，二不抛弃，比得我相求红欢何必？我们今天是来介绍杨丽花的呢。杨丽花也很棒啊，杨丽花也是很棒啊，她很传统啊。啊，歌仔戏因为有她才会有起来啊。那大家对这位国宝级的人物又有什么印象呢？我们台湾歌仔戏的代表人，他扮男装比扮女装漂亮。他扮男装很帅啊，扮男装很帅，真的、哦、很帅。那个舞的也是很有霸气那一种，很像男人这样，很有那个男人的味道。你扮男装的话，他演的那个还不错。就演导的戏。对，他那个年纪轻的时候。有比他演导吗？啊，当然，他年纪比我大一点。看来大家对歌仔戏都有一点认识。接下来考几个问题，究竟大家会不会答对呢？你们知道歌仔戏它发源地在哪里吗 ？B。你呢？我觉得是 A。猜就是厦门的啊。北京。不是宜兰吗？宜兰吧。听说是那个宜兰的。歌仔戏他没有穿过什么服装去进行表演过？我觉得是不是 B 好了 B？ 那我觉得 A 时装。应该是没有穿过韩服吧？他现在在演的那个歌仔戏啊，我放给你听。他跟一个流行的人合作。会不会阿信？萧敬腾。好像是那个什么萧敬腾吧。好厉害哦！阿姨，你很跟得上时代呢。萧敬腾，他跟他合唱过啊。你跟他合唱过？没有当你合唱过？不要乱说。不管有没有合唱过，和萧敬腾一起关注传统戏曲文化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这样很棒，因为现在的社会忠孝节义都乱掉了。真的吗？
乱七八糟。年轻人应该也要学这些，因为它是也算是我们这个不能遗忘掉的一种艺术。他将他的才艺贡献出来给大家欣赏，那是一个很美的事啊。你喜欢看歌仔戏吗？现在在台视台语台有24小时的直播，一定可以让你把歌仔戏看得够，看到黑眼圈哟。